今年我去咗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Medical and Healthcare Fair， 第一個感覺係個場其實唔算好大，但行落去會發現醫療行業入面好多唔同範疇，其實都集中喺同一個地方，由醫院設備、medical device、digital health 到 biotech、lab diagnostics、復康、長者護理、醫療耗材，甚至 staff zone， 基本上你想睇咧醫療產業鏈入面唔同環節都可以喺呢個展會入面咧揾到。今年我覺得幾明顯嘅一點就係多咗好多國內醫療公司。以前大家可能會覺得醫療科技展會主要係國際品牌代理或者本地 solution， 但係今年你會見到更多來自內地唔同城市嘅醫療設備、科研、檢測同健康科技公司，呢個其實都反映緊一個趨勢。中國內地嘅醫療科技供應鏈，無論係產品成熟度、成本控制定係出海意識，都比以前更加強嘅。第二個感覺咧就係 biotech 同科研元素明顯多咗。展會入面唔止係賣機、賣設備、賣耗材，而係多咗好多同 lab diagnostics 生物科技、檢測技術、科研轉化有關嘅內容。呢個對香港嚟講咧，其實幾重要，因為香港咧一直講緊要發展 medical innovation、life science 同埋科研產業化，但係真正要做到唔可以只停留喺大學研究或者實驗室入面，最後都要連接到醫院、診所、投資者、製造商、代理商同市場。而呢類展會嘅價值咧，就係將唔同角色放埋喺同一個場景入面，令大家可以直接交流。反而想分享幾個我現場覺得幾值得留意嘅產品同公司。第一個係 Automatic Sliding Door， 醫療科技唔一定係 AI 或機械人，醫院最基本嘅門牽涉感染控制、病人運送同高流量區嘅安全效率、門點開關、減少接觸，直接影響日常運作。第二個咧係 eTrolley Logger， 病房成日打仗咁要做記錄一啲都唔容易，邊個用過有冇記錄？佢做到追蹤同記錄，將人手流程數碼化，令前線少啲靠記憶，用數據減低重複同錯誤。第三個係 Kindle 家用自動發藥機，針對人口老化同居家護理，最大嘅痛點係長期病患要食藥，邊粒食咗未？屋企人唔容易監測，將服藥變成可安排、監察同追蹤，減低照顧者嘅錯誤同壓力。未來健康管理移向家居同社區，值得留意。第四個係 Smart Infusion System， 輸液高風險，重點唔止係泵嘅準確度，而係背後嘅藥物庫、劑量限制、警報同臨床整合，可連接醫院系統。佢最關心嘅係護士嘅操作是否更簡單呢？能否減少人為錯誤？團隊有冇真正臨床流程整合能力？第五個係本地醫療器械分銷商，主力胸肺科同呼吸科，好產品落地，依賴熟悉本地市場嘅橋梁，明白臨床使用、培訓同售後，先可以引入醫院。今年行完，我感覺市場方向越來越清楚。一邊係傳統醫療設備繼續存在，因為醫院、診所、實驗室永遠都需要可靠嘅硬件同耗材。但係另一邊咧，大家都開始揾更加智能化、數據化、自動化嘅方案，例如長者護理、復康、遠程監測、AI 輔助診斷、智能報告、檢測流程自動化，呢啲都會慢慢由概念變成實際需求。所以我覺得呢個展會雖然地方唔大，但係幾值得行。揾我哋 TapNext， 香港私家醫院首選 AI 影像平台。